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玩 Minecraft 啦。今日要整一個新世界，關於我的城市 City。好，創造世界。首先要選擇自己中意嘅顏色嘅方塊，咁我中意橙色就揀橙色黏土啦。然後就要揀定燈，你想要熒光石嘅燈定係手速控制嘅燈，你就自己中意揀就揀啦。如果要紅色燈嘅話，你就要揀空氣乾。首先用你中意嘅顏色嘅黏土塊鋪一個不限大細嘅屋。我哋城鎮嘅第一步，梗係要起自己間屋啦，冇得住邊叫城鎮嚟？不限大細嘅自設間屋大小由你決定。你中意起大啲又得，唔隨你喜歡，冇乜所謂。當然要揀門啦，我意思門呢就有分橡木門啦、杉木門啦、樺木門啦、叢林木門、相思木門、鐵門，咁就用呢幾種。咁我用黑橡木門啦，方便打開。咁你又設你中意嘅出口啦，同埋入口。咁我中意咁樣嘅，咁你自己決定。然後就上咗層，又係高度不限層次，中意點就點落嚟。大致上就大功告成噶啦。咁我暫時起住2層，你可以起咗家私先，或者起咗層樓先，再唔係嘅話再起地板先。咁我起住地板啦，地板你中意起就起嘅啫。你可以鋪地氈咁樣做快過除草，唔知橙色。如果你鋪羊毛地氈嘅話，就要揾翻呢個羊毛。咁我鋪橙色羊毛嘅，就要揾翻橙色羊毛。首先插住你對大毛，翻同一種顏色，咁你就覺得好似冇乜變化。咁樣睇就要，如果你咁樣大力睇嚟，OK，咁就可以正常起翻大門啦。好啦，就大致上整好呢個推薦，我可以省略佢。呢個係大廳咁大間嘅。首先，要起燈呢，我哋需要好多嘢嘅，需要
橡木門啦、地板門啦、路軌加礦車。嗱，呢個只不過木凳嘅範圍，鐵凳呢，仲有一樣嘢我哋需要嘅，就係指示牌。你會覺得指示牌有啲咩用？你到時就知啦。好，路軌要打直放，如果你打橫嘅話，就要令到佢打返直。咁樣唔使地板門都整好嘅。如果你想坐上去個效果，坐唔上去嗰個效果呢，就用呢個搞呢個。如果你想坐唔去嗰個呢，就要用拎出木板，唔係地板。咁你就可以活生生咁坐喺度，可以話適合用嘅。就一張門㗎，食嘢嘅台，食嘢嘅台當然係好重要啦，呢個唔少得講。咁我哋整多幾張凳先，咁就可以多啲人玩就多啲人坐啦。台呢就需要你中意嘅地氈。俾人阻位住先，拎唔翻到個地氈，算啦，我自己重新拎過。你需要地氈呢，將唔要嘅嘢劈出嚟。呢個算了，我唔要噶啦。用地氈，然後就捉。最需要你地氈嗰個顏色嘅樣路啦。如果你張枱太大嘅話，你拎埋條空手拎嘢咯。喺呢個之前，就梗係要填翻個枱啦。咁樣就大功告成，起埋呢個。然後呢，中間如果你冇嘢晾住嘅話，就基本上掂。如果你喺電腦版就咁啦，手機版就我諗應該係咯，因為佢可以搭高度出，不過等一起身又幾好，整條線引喺度，就唔係引呢度。引喺中間啦，地氈。就成咗張枱啦。咁呢度可以加多幾張凳㗎，我唔質疑你加多幾個。最緊要屋企最緊要係乜嘢？電視機，生活品不可缺少嘅一樣嘢。嗰度又係將唔要嘅嘢拎出嚟。你中意邊隻版本都得嘅。